一首歌真正好听，但是足少人唱。倒一条歌呢？互天下无情的男性。捌台湾歌的知影，这首歌有影，真好听。你若是讲，老艺人来唱，咱会感觉讲，这个味对。也毋过今仔日要甲咱邀请的这个是知名度已经是有啊，但是较少伫咧电视面顶露面。也毋过毋是老一辈的艺人咯，是即马少年家真介意的，是这个戴美君。为什么少年家会介意呢？少年家当然嘛介意较少年、较水的，对无？戴美君伊就是人生了水水，上主要真少年，但是最主要要阁是爱歌爱真敖唱。少年的歌手要来唱这老的老歌，互天下无情的男性。唱了好无？袂歹啦。试录的时阵，阿基都甲欣赏。戴美君，要我知，你可能较无熟悉，定定听伊上电台，较少对电视顶来，互天下无情的男性。现代男性较无情，头仔烧烧是一定，行到尾啊，long零零，头仔烧烧，尾零零，安尼较毋对哦。甲人交往，着爱有头有尾。来听戴美君为咱演唱，互天下无情的男性。
一个好康的，好康的。煞唔知影隔壁阿兄仔讲阿基介绍好厉害的红狗爷。什么好厉害红狗爷？你原